专家有智慧，保证游戏愈来愈好耍哦。借问诶，咱人会当代表下底下倒一个物件的意思？咱人，就是咱人这个词啦。哦，这词哦。我常常有听到啊。咱人啊，人生在世，做人就要感恩啊。喂，咱人，这咱人吗？这你无去问妈妈哦。我你嘛问别我无个。啥知呢，咱人来拼呢。人变安怎？人变安怎？做啥？妈妈人拢变无单人，变无单身下骹手人啊，归去啦。鬼气啊！下手人。啊，真麻烦啊！你这妈宝啊！时间到哦。哎呀，你一定爱选一个。啊，毋过拄好阮妈讲比的时阵，我是有惊一个，安尼哦。母子连心。哦。因为我心中的答案其实嘛是下骹手人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是不是比下骹手人对唔对？哎呀！哎呦，嘿，了解。新机会来啊咯！新鼓励，好，咱来看鼓励对唔对？祈祷。容易哦，真大尾，这种8000块。掌声鼓励！哇！咱台湾伫日本时代吼，日本人因是用心力的，啊，咱台湾人用武力，啊，所以分辨吼，咱会问讲，今仔日咱人当时，就照咱台湾人的日子是几月初几，咱就无照日本人，因为日本人用心力，啊，咱用武力，所以咱用咱人来代表武力。